着翻件翻工衫啊，拍下退休嘅生活片段。我依家着嘅衫咧就係以前翻工成日着嘅衫啦，間條啊、純色啊嗰啲啊。退休啊，當然可以着過第二啲啊，只不過咧退休最大嘅問題就係沉悶啊。同一般香港翻緊工嘅人一樣啊，放咗假嘅生活係最怕係沉悶啊，於是就迫不及待就買機票啊，其實已經訂好噶啦，飛去日本玩下先啊。啲行程係 pack 到實一實啊，驚死中間有啲空檔，唔知點算啊。嗱，呢啲就係冇辦法面對沉悶嗰種心態啊。咁退休咧，其實就係俾人面對沉悶啊，同埋學識喺沉悶之中啊，得到樂趣啊，將沉悶咧係變成沉靜啊。之後喺沉靜入邊得到力量。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啊！呢個就係聖經以賽亞書講嘅啊。我以前喺青年時代都返新教嘅教會，所以都記得呢啲説話。將沉悶變成沉靜，之後喺沉靜之中得力啊！揾返自己生活落去嘅力量，呢個就係喺放假嘅時候或者喺退休之後生活嘅目標之一，其中之一啦。我哋放假咧喺我讀書嗰個年代啊，即係1960年代咧，就叫做係 recreation 嗰個英文嚟啊，拆開睇就係 recreation，即係話再造啊，又唔係再造人啊嗰啲啊，係重生嘅意思啊。即係話喺假期入邊，喺唔使返工嘅日子啊，唔使受人2分4嗰啲時候咧，就揾翻自己嘅沉靜生活啊，喺當中係揾翻力量翻嚟。咁個退休係咪無所事事咧？確係嘅，但係都係會揾啲事做下。其中一樣咧就係喺飲食嗰度啊，因為咧《禮記》有講嘅啊，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啊。咁呢個當然係指大家族貴族嘅生活啊，喺飲食入邊係做一啲禮儀啊，限定啲人嘅行為啊，使到啲人係有敬意啊，有謙讓之心啊。咁當然一個人喺現代核心家庭特別係年紀大咗之後得返一個人嘅，有仔女或者冇仔女都好啦，其實都係得返一個人。咁一個人咧都要揾返啲禮返嚟守下嘅。咁嗰個我稱之為生活入邊嘅儀式感啦。生活要有儀式感咧，譬如朝早起身沖壺咖啡嗰啲啊，沖一杯都得啊，或者係沖壺茶，之後慢慢係做下運動啊，咁上下先至食早餐啊。咁呢個就係儀式感。但係要做到真係有儀式感有莊嚴嘅咧，係必須要有一個故事喺度。嗰個故事必須係自己認同嘅，感受好深嘅故事。要時不時咁樣諗下呢啲故事之後，嗰個生活嘅規律咧，先至有意義嘅。咁譬如我沖茶嘅時候去斟水落啲茶葉嗰陣咧，通常我會諗起1960年代都係小弟童年嘅年代啦。聽商業電台嘅節目清晨雅趣裏邊有一位老主持又唔係少林寺嗰啲主持，係電台節目嘅主持人，就係何雅茹先生係一位人口長者嚟，啲人稱之為可伯。咁可伯咧教過我沖茶，當然喺天空之中啦，即係喺大氣電波入邊。佢話沖茶要係7、8分就得啦，斟水注水唔好太多尤其唔好注到個茶壺蓋都滿水因為一倒出嚟嗰陣咧就辣傷手噶啦，或者係整濕咗個台面。另外咧就係個茶壺入邊要有個空間大概係3成2成嘅空間，俾啲空氣即係蒸氣喺度流動咁啲茶葉先走嚟走去，啲茶味先出嚟。
咁呢個咧我聽咗先恍然大悟啊！因為當年咧我其實係10歲都未夠嘅啊，屋企咧就係沖六安茶，因為六安就係久泡不變味啦嚇，係最純和嘅茶葉嚟。普洱就次之啦，沖六安咧就擺咗喺一啲真空嘅暖水壺入邊啊，即係有個隔熱層啦，即係類似駱駝牌嗰啲啊。咁當然啦，當年嘅駱駝牌係貴嘅，咁所以係買國產嗰啲啊，國產係平啲嘅。拎一執茶葉落去啊，之後煲滾一壺水啊，就浸入嗰個暖水壺入邊啊，之後揾個水松蓋咧就係塞住佢啊，咁入邊有茶葉啊，咁上下就拎開水松蓋咧就有茶飲啦。咁之後就不斷咁加熱水落去啊，直至係夜晚為止啦。夜晚唔飲得濃茶嘅，唔係就瞓唔着噶啦。咁當時自己又唔知成日斟得太滿咧，就整到嗰個茶壺質咧，即係啲水松質就俾入邊啲熱水係吸住啊，咁掹唔開嘅，掹下就連個水松蓋上面仲有一個係石做嘅鐵皮咧，就連水松蓋上面石做嘅鐵皮都俾我掹甩咗，之後又要係釘翻上去揾辦法啦。咁聽咗可伯咁講咧，我就係中間留一段空氣嘅位啊。咁之後咧掹水松蓋咧就識得係慢慢咁樣轉開佢啦，唔係一下咁掹啊。咁跟住就解決咗呢個困擾咗幾年嘅問題啦。而家我喺朝早沖茶嗰陣咧，當啲熱水係注入個茶壺嗰陣啊，聽到啲聲我就諗起可伯當年教嘅嘢啊，之後心懷感激。每日我都會咁樣嘅嚇，大家係咪覺得好悶啊？其實唔係嘅，每日都係咁樣咧，就會有莊嚴嘅意思喺入邊嘅啦。呢個就係儒學真正講嘅意思啊！喺四書入邊嘅大學咧有一句就係商湯王啊，當年商朝開國嘅王咧就叫做湯啊，佢有一個洗手洗面用嘅盤啊，咁上面刻咗9個字，就係9日新啊，日日新，又日新啊。個9字係假如咁解啦。假如有一日你係洗過塊面啊，咁今日咧亦都會洗塊面啊。咁聽日即係隔一日咧，你又會洗塊面啊。咁呢個就係9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嘅道理啊。即係不斷革新自己。咁你知啦，洗面洗手嗰啲日日都做啊，但日日都會睇住嗰個盤銘咁嚟做啊。呢個就係儀式感，亦係儒學入邊一個相當重要嘅觀念。嗰個觀念就係叫慎獨，係中庸講嘅四書之一嘅中庸講嘅慎獨，就係當自己獨處嘅時候要謹慎啊。佢又唔係話驚你獨處喺度搞搞震嗰啲而係驚獨處嗰陣係胡思亂想亂做事情。咁於是就要有一啲莊嚴嘅嘢，令到自己係自強起嚟。咁譬如呢啲每日做嘅事情好似係洗手洗面或者我每日朝早做嘅沖茶咁都係心存感激一啲老前輩教落嘅嘢使到我係免於俾滾水燙傷手嗰個麻煩。咁呢個叫做慎獨係喺日常生活做嘅。咁另外一樣咧，我喺信咗佛之後其實佛亦冇所謂信唔信嘅，係修行要成佛，要作佛咁於是要做解脫覺悟嘅人咁於是叫信佛或者修佛或者係作佛。咁我守唔到5戒㗎，又唔係出家人咁譬如話係食齋咁漢傳嘅佛教係要食齋嘅為主啦唔係日日食。出家人就話要啫。初一15食咧都未必做到但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就係每日朝早嘅早餐咧就係素食。
當然有雞蛋啊。咁植物係有生命嘅，雞蛋都有生命啊。當然佢未係受精卵啊，大部分啊，今日農場啲蛋啊，但係都係有生命噶嘛。只不過咧，佢唔係個情唔係太大啊，或者我哋感受唔到啊，當冇啊，咁啊可以折衷啊，妥協一下咁解啫啊，按自己心用嘅。我自己嘅做法咧就係守齋嘅做法咧，就係朝早嗰餐係食素啊，同埋係午飯晚飯啊喺屋企食。如果外邊咧就盡量嗌碟菜啦。廣東人好堅持嘅青菜啊，即係唔係話蘿蔔啊或者係薯仔就叫菜啊，又唔係話瓜嗰類啊，青瓜苦瓜啲又唔係菜啊。廣東人堅持嘅係葉菜啊，咁係咪廣東人咧？呢個就係其中個分水嶺嚟。即係講食菜就必定係菜心、芥菜、芥蘭、莧菜嗰啲啊，通菜嗰啲啊。黃芽白都勉強可以當係。咁第一柱菜咧，我係食葉菜嘅，青嘅葉菜或者青菜啦，簡單講。咁係表示係不殺生嘅。咁第二層嘅意思咧，係因為我童年嘅時代咧，係屋企係種菜為生嘅，相當之艱苦。咁食呢個葉菜啊，即係食一皮青菜。揾嚟開始午飯或者晚飯咧，亦都係咧感激父母喺童年嗰陣嗰個辛勞啊，所以午飯或者晚飯食一皮青菜做開始咧，係有係戒殺啊，亦都有係不忘本嘅意思喺度嚇，而係少少遙寄一點孝心啊。咁呢個就係小弟嘅生活上面嘅儀式感啊，而呢啲儀式感咧，係令到個人咧，係即使喺好沉悶嘅生活入邊啊，或者日復一日咁嘅生活入邊咧，就既有規律啊，亦有意義。而個意義咧，係必須要有自己嘅故事喺入邊嘅啊，有自己嘅 story 喺入邊啊，而唔係人哋教嘅啊。咁當然師父傳戒俾我嗰陣有講到不殺生啊。但係要自己諗一個方法，整到佢係屬於自己嘅啊。師父亦都有講到無忘初心啊，無忘初心嘅初心係佛教嘅詞嚟嘅。儒家有講到奉孝啊。咁譬如我係正餐之前係食一皮菜咧嚇，咁呢個亦係無忘初心啊，同埋奉孝啊。呢啲咧就係有少少嘅行者嘅威儀喺入邊啊，行者嘅修行人啊，威儀係一啲令自己係威武起嚟嘅儀式啊。咁嗰個威武咧，其實就唔係話要四周圍蝦蝦霸霸或者呈現一啲惡形惡相嗰啲啊，而係孟子講嘅威武不能屈啊，唔能夠係被屈服啊，嗰種係志氣，咁叫威武。喺佛教或者喺我哋中國嘅儒學入邊，有好多係關於禮關於係儀式嘅嘢。咁譬如我哋中庸嗰度有講禮儀300威儀3000300種禮儀3000種威儀，係咪做到咧？難講做到1-2樣咧就已經得噶啦。佛教講嘅行者要有4威儀行住坐臥嗰4種威儀，亦有講3000威儀8萬世行但係當然呢啲好難做到唔係出家人。咁我哋在家嘅普普通通嘅華人咧，係做自己嘅本分入邊嘅少少事情做到佢有意義咁就可以噶啦。